台南市文旦种植的面积大约1075公顷，产量会讲是全台上济。不过今年因为受到丹纳斯风灾的影响，落果将近8成，对着农民的打击真重。不过伫个毛豆区，有着一群青农所组成的快快公司工业文旦联名，也是坚持连续第11档，要来举办工业文旦的活动。其实我们整个团队7个农友，我们讨论之后，就是说，第一是我们做公益活动捐赠这件事情已经是第11年，所以我们想说不要间断，持续的来做这些事情。好，那第二点，虽然受灾严重，但是我们文旦又是落果而已，但是我们的家园都算平安。好，我们想到比如说那个沿海地区七股，我们看到新闻上有很多的受灾户，房子也都还没修复。好，甚至我们服务的这些社福团体，大部分都离台南。台南这边还是有很多需要协助的朋友，所以我们今天站出来，除了公益文旦以外，我们也做了一个叫做那个直接捐款的一个呼吁，希望大家有钱求钱，有力出力，可以协助我们这一次风灾大家受损的这些居民啊、孩童们，可以尽快恢复到我们的正常生活。市府农业局甲着毛豆区农会原本以为落果严重，今年会来停办公益的活动。不过，看到青农的用心，目前文旦树所留落来2成文旦，会用来讲是品质上好的。今年的文旦，我想按这个消费者也非常清楚哦，灾损非常严重大概就是说8成严重的落果落果原则上当然这导致今年剩下的也有个2成。不过我们担心这个台风礼拜三，明仔载有可以给风开来，所以非常担心这个果农啦当然，如果这些呼吁啦，果农如果说你们的果品原则上能可以采收的，还是尽量采收啦事实上咱毛豆这买好都有2成，而且我感觉这老了这更值得咱来改好好品尝。而且我觉得农友已经这侪拢落去如果大家可以的话，多多来支持咱毛豆的幼农还一个迄个改每年以外改鼓励一下这样子所以拜托大家来支持。有了7位的青农组成的公益联名，今年总共赞助8个社会福利团体，包括家扶中心、创世、随和益智中心、义恩，甲着丰岛老人福利基金会等。联名表示，今年的公益模式采取弹性参与、限量来有果，因为数量有限，有着各青农依照各园实际损失，自主来评估供货的数量。公益活动将捐赠20%的所得，另外嘛有虾皮果，也就是落果的部分。民众只要小额捐款给这8个社会福利团体，青农买来赠送虾皮果。台南新闻林跟采访报道。